我们现在要邀请一群最纯真、最具生命力的声音来到舞台上，他们就是我们的连江县少年儿童合唱团。今天他们要带来的曲目非常的有意思。第一首是《冲锋里黑》，对于住在岛屿上的我们来说，大海就像是自家的前门一样近。而第二首则是充满文化气息的《铁板烧卡歌》。这首歌唱出了马祖独特的传统民俗，展现了岛民祈福传承的精神。现在，请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由连江县少年儿童合唱团所带来的开场表演，掌声！
谢谢这群孩子用纯真的歌声带领我们走进属于马祖的记忆。灿烂的笑容。